台湾首府大厦伫个退场以后，市府来接管，并且活化校舍空间，转型为展文市政环境园区，并且规划5大面向，包括办公行政、艺文典装、社交福利、亲子游憩、甲运动中心等。宜湾陈秀芳倡议市政总咨询，首先嘛肯定体育局伫个环境园区的规划，包括木球场甲羽球馆等设施。另外，伫个文化局艺文典装这块，因为中央的预算比散，因此希望市府爱努力继续争取。我记得这个曾文愿景园区5大愿景，那争取这个我们很努力去争取到。对啊，我们很努力去争取，当作是咱改动这第3行政中心。但是你可以看到它5大面向现在又差一个文化局啦，咱的文化部好不简单要投资几亿，但是这条预算把。这条预算掉，这条预算叫咱国民党的立委斩掉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缺了一角，5大面向变成4大面向。那这个面向是不是能够尽快请文化局跟文化部再商量，能不能够尽快给经费？那在中央的部分，我们也可以请立法委员来重新再提案，在明年度把预算给争取下来，然后真的是5大面向全面到位。这个部分一方面也是在郭委员的选区。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说，这是攸关市民很重要的国家典藏中心的建设，我们会努力。另外，伫个一里一活动中心的政策，议员认为，伫个龙田里好不容易找到土地，并且变更，要来兴建多元联合的活动中心，但一直卡伫个经费。对此，市长嘛回应，建议先用第2五笔金来规划设计，等待每年编预算，就会用来发包动工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